10年後，仍然像個新手，如此努力學盤問，沿途仍無困擾，我有含淚接受，中槍了繼續走，但對父母親別提及傷口，何解見習10年後，仍然未變高手，頭髮亂了繼續在獻醜，剛才那群隊友早已變成木偶，得我不肯放手。當你再次披甲上陣，總有某個心缺憾，像無限重讀生，做個學生前行。